谢谢你的爱陪伴我长大，虽不能时时刻刻陪伴着你，但我知主耶稣一直与你同在。每天我在耶稣面前为你祝福祈祷，妈妈，这是我的祷告，这是我的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爱赐恩典给他，虽不能时时刻刻陪伴着他，但我知主耶稣一直与他同在。妈妈一生无悔付出，不求任何回报。耶稣保守我的妈妈，这是我的祷告。愿主的恩惠慈爱常常与妈妈同在，愿主赐福我的妈妈，派天使保护她，愿主的爱围绕着她，愿生命充满着她。耶稣，这是我的祷告，这是我的祷告。愿主的恩惠慈爱常常与妈妈同在，愿主赐福我的妈妈，派天使保护她，愿主的爱围绕着她，愿生命充满着她。耶稣，这是我的祷告，这是我的祷告。耶稣，这是我的祷告，这是我的祷告。亲爱的妈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爱陪伴我长大，虽不能时时刻刻陪伴着你，但我知主耶稣一直与你
亲爱的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爱，赐恩典给他，虽不能时时刻刻陪伴着他，但我知主耶稣一直与他同在。妈妈一生无悔付出，不求任何回报。耶稣保守我的妈妈，这是我的祷告。愿主的恩惠慈爱，常常与妈妈同在。愿主赐福我的妈妈，派天使保护她。愿主的爱围绕着她，愿生命充满着她。耶稣，这是我的祷告，这是我的祷告。愿主的恩惠慈爱，常常与妈妈同在。愿主赐福我的妈妈，派天使保护她。愿主。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来，我们先一同起立，来跟你左右邻居先打声招呼，说很高兴见到你。来拍掌。全心感谢，全心赞美，进入你的约，全心颂赞，献上为祭，是最纯的果子。在你里面一无挂虑，喜乐满溢，常常感谢，不住祷告，盼望在你里，我要
耀归我们的上主。是的，何等恩典！今天也是圣餐的日子，神为我们牺牲了宝血，赎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他施恩宝座前，现在线上祷告跟祈求。谢谢主看顾着我们弟兄姐妹所有的一切。一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。何等恩典！在乎我，阿妹，感谢主。何等恩典，你宝血为我流。何等恩典，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罪必充满赞美。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。何等恩竟然在乎我，哈利路亚！何等恩典，你宝血为我流。何等恩典，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罪必充满赞美。你已挪去，你挪去我所有枷锁，你挪去我所有重担，你挪去我所有伤悲，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。你已挪去，大声宣告。你挪去我所有枷锁，你挪去我所有重担，你挪去我所有伤悲，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。再宣告，你已挪去。我所有重担。
赞美。耶稣给了我们自由，让我们可以不被罪所辖制，让我们可以全身心灵来依靠他。感谢主。静静来到你面前，在你爱中我心安恬，求你安慰我破碎的心灵，用你话语医治我生命。这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我软弱变为刚强。耶稣因你，我重新的力量，从忧伤中我的释放。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，你流宝血成为我拯救，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，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。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，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，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，你赦免我罪，使我完全的自由。在你爱中我心安恬，求你安慰我破碎的心灵，用你话语医治我生命。你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我软弱变为刚强。耶稣因你，我重新的力量，从忧伤中我的释放。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，你流宝血成为我拯救，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，有你
自由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。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，特别我们要一起来领受耶稣所为我们预备那天上的粮食，就是主耶稣的肉，是主耶稣的血，让我们能够领受耶稣所赐给我们道成肉身的生命，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并得到医治。我们也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敬拜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奉主的名，欢迎每一位凡属于上帝的儿女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说恩典的话。耶稣说：“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要得着饱足。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同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时所说的话，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。保罗说：“我从主所领受，也传给你们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，拨开说：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，耶稣也拿起杯来说：“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一次吃这饼，每逢吃这饼、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他再来。”当主耶稣被卖的时候，有拿饼祝谢。我们现在要照耶稣的吩咐，我们一起来感谢神。主上帝，我们现在照你的命令来摆设这宴席，为了纪念耶稣基督永远的救赎。我们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圣别我们，也圣别这一切在你面前的饼和杯，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领受这一份生命的礼物，不仅对我们的身心灵得到益处，也给我们带来永生的祝福。在你的恩典当中，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，耶稣也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这时候，请我们的长老来分饼和杯。当你拿到这份饼和杯的时候，请你知道，这是一份礼物，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用重价所赎回。我要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我要使我们身上的疾病得到医治，我要使我们心中的重担能够得到释放。不论你的生活如何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主要与你同在，主要帮助你，主要垂听你的祷告，主要与你同行。当我们拿的时候，我们先拿在手上，等候等待。我们待会要一起来领受。如果你还没有成人洗礼，还没有坚信礼，请你暂时先不要领受，等到你完成洗礼或坚信礼后，再一起来领受这一份的祝福。主耶稣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。他是好牧人，他是羊的门，他是复活。主耶稣他要使我们能够得着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当我们领受这份礼物的时候，当我们再次来思想、来纪念耶稣何等的爱我们，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爱，没有任何的事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神的爱是永不改变，他的爱是阿嘎佩的爱。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，你们喝的时候也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主耶稣。”感谢主耶稣赐下你的身体，感谢耶稣赐下你的宝血。今天我们要领受你的宝贵的礼物，宝贵的生命，让我们在领受之后，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的遮盖。
即便我们在困难、在疾病、在挑战当中，我们有主与我们同在，永远与我们同在。谢谢我爱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敬拜你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为众人的罪所流的。你们喝的时候，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让我们一起来领受。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让我们一起来享受、领受。你们每逢吃这饼、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无所不能的父神，因为从你的爱，让我们领受你的圣餐，能够培育我们灵魂真实的食物，让我们明白你爱我们，你祝福我们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体的一部分，也是受祝福的门徒，也要成为上帝国永远的后裔。亲爱的主上帝，我们再一次谦卑恳求你，当我们再一次奉献自己给你的时候，求你悦纳我们，也用你的慈悲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在你的圣洁里面有份与你交通，从今以后能够荣耀你的圣名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这时候要来奉献，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于甘心还有乐意。如果您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祷告来表达您的感恩。献上感恩的心，归给至神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，献上感恩的心，归给至神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，请起立。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，贫穷这一臣服主，都因为主你成就了大事。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，贫穷这一臣服主，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，感恩，感恩，感恩。
亲爱的天父，你是掌管一切有大能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用你的宝血来拯救我们，感谢你成为我们的恩典，成为我们的救赎，因为在主里我们有力量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我们要依靠你。也感谢主你，让我们在唯一的连假的一个假期里面，能够再一次相聚在这里，一起来敬拜主你。有主你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主的荣光与荣耀。求主你看顾与保守，也感谢主你的恩典时常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要献上我们的金钱、才能与时间为主圣工所用。我们这样子祈祷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我们现在来做报告，在报告之前，我们要来先读经，让我们一起大声开口来读2次雅各书1章25节，请。但是严密查考那完整又使人得自由的法则，并持续谨守的人，不是听了就忘掉，而是切实行道的。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一定蒙上帝赐福。雅各书1章25节，让我们再念第2次哦，来。但是严密查考那完整又使人得自由的法则，并持续谨守的人，不是听了就忘掉，而是切实行道的。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一定蒙上帝赐福。雅各书1章25节。好，我现在要来做报告，这个是本会的报告。本会的信评小组的成员就是以上我们的由陈柏芝牧师，还有林顺正牧区长，还有我们7位的牧区长老。那我们因为我们的信评小组的成员必须要男女要平均，所以我们在昨天的小会里面，我们又增加了我们的牧师娘、金怡牧师娘，还有玉兴执事，还有敏媛执事。那如果有需要，我们希望这个信评小组能够不用启动的这样子哈。那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如果有遇到这样子的事情，请都可以跟我们以上的人来联系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大家一起来打开我们的周报的第2页。好，我们连续3周都有介绍性平3法，我们介绍过了性别平等教育法、性别平等工作法。好，今天要讲的是性骚扰防治法。教育法是用在校园，工作法是用在职场。好，但是呢，性骚防治法就是用在校园、职场以外的任何的地方，所以不管你是走在路上、在坐车、在火车，或是在教会，好，都受到这个性骚防治法的影响。公共场所，好，那特别的在113节的修法呢，又严惩权势性骚借势借端，好，对于部属或是对于好较弱的一方。好，用这样权势的性骚呢，加重刑责的1/2。还有呢，在场所的主人，好，就是公共场所好负责区域的主人呢，也在性骚的案件上面呢，也有连带的责任，最高可罚20万元。还有呢，被害的保护专章就是避免2次伤害。好，他受到性骚扰已经受到第1次伤害，如果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，好又处理不当造成2度伤害，好，这也是在性骚扰法的这个修法当中，好特别去加强强调的。所以盼望我们这个性骚呢，在过去这3个礼拜，好性平3法、工作法、校园法，还有教育法，还有防治法呢。好，都能够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带来健康美好的两性关系，好，让我们在跟异性好在相处的时候呢，都能够有一个合宜的界限，好，也都能够特别在教会当中都能够成为弟兄和姐妹，阿们。好，以上补充，谢谢。好，谢谢牧师。我们来看第2个，也是本会下主日是什么节？母亲节。母亲节哦，你知道我们教会母亲节都会送礼物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只有我好像下面只有牧师一个人呢。牧师，谢谢你一直跟我呼吁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啊，你要来，知道吗？哦，妈妈要来，阿嬷也要来，好不好？怀孕的也要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只有来才有给礼物哦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次给的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包子。
哦，牧师，我跟你讲，我昨天已经在小会已经讲，若是一颗包子，真的会让我们很后悔。不是啦，不是这样了，我已经跟牧师确定了，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一颗包子，但是妈妈们，你们会有全联礼券，多少钱？哦，我没和你小气哦，哈，我们是300元，好不好？哈，好，请下个礼拜妈妈们一定要来哦，当然爸爸们也来哦，哈，好，来，再来下一个小儿洗礼，刚刚在台语礼拜已经接纳了哦，这个是光福长老的第2位孙子孙女哈，这个叫蔡凯什么？我就牧师我要考他们，你就给人家讲出来。蔡凯什么？凯一哦，哈，虽然我也不会读啦。好，再来，我们有接纳转籍会员，一个是林月云姐妹，一个是高桂英姐妹，哈，我们看到他们都要跟他们打声招呼，好不好？喂，好，拍手欢迎。好，来，本主日5月3号爱餐暂停。如果我们仍然有小组的人，我们就请要按自理今天的那个爱餐哦，哈。好，再来。这个礼拜3的祷告会5月6号是在7楼礼拜堂。那我们是华语牧区的祷告见证会，由敏哲长老来主理，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，在49号的7楼礼拜堂哦哈。好，接着下主日是我们的5月庆生，你们有没有看周报的第2页的名单？有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是寿星，好不好？请看到我就要跟我说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看到你们的那个5月的那个寿星啊，几月的寿星，我们要把名字看到，然后呢，在这个月我们看到，只要是名单上面的，都要跟他说什么？生日快乐！嘿，除了生日快乐，就说我也爱你，耶稣也爱你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活泼的这样相处哦，哈。好，来松大讲座5月6号礼拜3 10点半，我们在我们49号的4楼哈。那主题是下水道的保健，我们请何明珍老师，请弟兄姐妹欢迎参加哦。下水道是什么？我进去不知那本书。泌尿道。哦，是啊。对。好害羞。对对对。人家就讲下水道，牧师你就不要破梗，就让他们自己搞不清楚来好了啦。要保健怎么办哦？真的是泌尿道啦，好不好？哈，好，再来这一件事情很重要，就是5月8号，我们松年团契一日游。今年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启了团契？有。对，然后呢，这边要很特别跟大家讲哈，如果你已经是契友，什么叫做契友？就是你已经有缴200元的团契会费，每一年有团契会费200元。如果你已经缴了，但是你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团契的群组，请大家一定要加入。那你不知道怎么加入，就找知道的人把你邀请进来。你一定要有团契的的权利。好，那我们在这个团契的一日游，我们现在是定7点半，5月8号早上7点半，我们在教会集合，那7点40发车。那有更多的细项，我们就不在这边报告，我们会在我们的松年团契的群组里面来报告哈。那请大家，你是契友的人，或者你有参加这个团契的这一日游，都要进入到这个团契里面来哈。好，这个群组里面来了解。好，来生日助学金，我们的名单已经公告在49号的1楼公布栏哈。那请下主日，我们5月10号会在礼拜中颁发。那我们请受奖的同学要出席礼拜。再来是牧区同工会议，在今天的下午5月3号，就今天1点，我们在501教室召开，请各牧区长老跟区长务必要出席。好，再来我们青少年的领袖营，这个领袖营的主办单位是永光教会，台北的永光教会。那我们要参与在那个当中，它的时间是8月20号到22号。那我们的地点在新竹圣经学院要举行。那我们的对象是谁呢？全部就是我们的国中生到我们的大专生。那我们有早鸟价要留意哦，早鸟价的这个日期在5月17日前要报名。我们欢迎我们的教会的你的孩子都一起来参加，好不好？鼓励他们浸泡在神的环境里面哈，浸泡在这个领袖营里面。好，来
银法芳香按摩工作坊哈，是总会宣教基金会主办的。那他借用我们的教会的地点，就在我们这个49号哈。那我们是5月30号早上8点到16点，整天都在这边。那详细的情况，请大家看我们的电梯哈，我们的那个49号的电梯的公布那个地方。那我们有这个报名费800元，好，请注意留意这个，很适合我们的乐龄。好，我们的来宾介绍，今天我们有一个我这边有收到单子，是一个家乐牧师夫妇在哪里？好，来，我们请站起来。家乐牧师，你们是在加拿大是不是？长期都在加拿大，非常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当中哦。哈，我们一次欢迎，永远欢迎，谢谢你们能够继续来到我们的当中。还有那个中和弟兄。中哪一位？中和哦，对，我刚刚有跟你打招呼啦，真的平安。哦，太好了，就会看到你好棒，元気ですか？现在住在台中。住在台中哦，好，欢迎欢迎。哎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觉得今天有不一样？今天的礼拜环境感觉有不一样，氛围有没有不一样？哦，对，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这样子在敬拜里面很好。我们周6礼拜就是这种氛围。那我今天就跟我们另外一位长老说，不管，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氛围拉出来，就在整个礼拜是这种氛围。你们喜不喜欢？看不见啊！好，要写看不见哦。好，所以我们太年轻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了解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慢慢把灯光稍微打亮一点哈。好，那我们接着是，好，我们的家乐牧师，谢谢你哦哈。好，还有 Judy 哦哈。好，欢迎你们。再来来宾介绍，再来是什么？哎，圣经好，圣经雅各书1章22到25节，让我们一起来开口念，请。但是你们不要欺骗自己，以为只要听到就够了。相反的，你们必须行道。那听到而不去实行的，正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看自己的面目，端详了一会儿，然后走开，立刻忘了自己的长相。但是严密查考那完整又使人得自由的法则，并持续谨守的人，不是听了就忘掉，而是切实行道的。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一定蒙上帝赐福。我们一起来邀请我们的牧师陈柏之牧师，今天是充满我第3行动，谢谢牧师。谢谢处宇长老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们在4月份已经结束，2026年已经过了多少？1/3，还剩下多久？剩下8个月啊！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呢？好，过得非常的快。好，但是呢，当我们能够抓紧每一年的目标，你会觉得每一年呢都是上帝让我们成长的机会、成长的日子、成长的时间。那除了大家在这个礼拜的5一劳动节的连假，好，那第1次劳动节全国放假，好，那但是我们这5月还有很重要就是什么节？刚才处宇长老师在报告的母亲节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谢谢每一位母亲们，好，也要为身边的母亲们，为他们来祝福我们自己的母亲们，即便他们不一定在我们的身边，或是上帝或许把他提早接回去，好，但是呢，没有妈妈就没有我们，好，就没有我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他们，好，要思念他们，也祝福他们，好，每一位的母亲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在从复活节到圣灵降临节呢，好，牧师透过这5个主题，好，让我们来思想一个议题，就是耶稣复活之后，那我们要做什么？好，复活之后，我们知道耶稣来到世上了，但是他复活了，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他升天了，我们又能够做什么呢？好，那每一周呢，好，牧师都会透过这5个主题，让我们一起来思想。圣灵降临，圣灵充满，好，其实不是只有说方言，不是只有看异象，不是只有医病赶鬼、神迹和奇事。圣灵充满带给我们专注，圣灵充满带给我们接纳。今天要分享圣灵充满带给我们行动。在过去2个礼拜，我们分享圣灵充满，但我们能够专注爱神，
才能够接纳爱人。好，所以我们把上面这句话请大家说一次：先专注爱神，才能接纳爱人。所以圣灵充满我们，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让我们能够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。好，申命记第6章第4节所说的，要能够爱神、爱主你的神。其次也相反，好，你要爱人如己。所以你要去爱别人之前，要学会先爱自己，也就是接纳。所以这个是圣灵让我们在身上学习的功课，就是我们是否真的专注爱神、接纳爱人。而这2个目标呢，不是只有目标钉在墙上，你要怎么样能够化为行动呢？所以圣灵充满，把爱神、爱人的目标呢，转化为真正的行动。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看到这样的例子。在圣灵充满的那一天之前呢，虽然耶稣复活了，向门徒显现了，并且跟门徒一起生活。第40天的时候呢，耶稣被接升上天。这10天，他们跟耶稣没有在一起，但是呢，他们的行动是什么呢？他们也没有行动，他们呢就在房子里面祷告，关起门来，关上窗，他们只有祷告，他们不晓得该如何行动。可是很奇妙的，在五旬节圣灵充满的那一天，他们呢被圣灵充满之后，有响声，有大风，有火焰像舌头一样落在每个人的头上。他们就放胆传讲上帝的道，用15种的语言来颂赞上帝的奇妙和伟大。在那一天呢，就有3000个人受洗，加入了教会。好，教会在那一天诞生。那一天呢，就有3000个人加入在教会当中。但是呢，很奇妙是在这个经文的最后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，这样子来形容好他们的行动，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的42到47节。他们这群被圣灵充满的人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，还有彼此的团契、擘饼、祈祷，众人都心存敬畏。使徒们又行了许多的神迹、奇事、神迹。好，44到4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信的人都聚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又卖了田产和家业，照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他们。他们天天同心恒切在圣殿里敬拜，且在家中擘饼，赞美神，得全体百姓。好，对不起，在家中存着欢喜坦诚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全体百姓的喜爱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这是教会好开始的时候，也是教会最美的时刻。大家在一起呢，凡物公用，好，没有分你我。好，到今天教会有没有像这样的教会过呢？有啊，就是那个时候。好，但是呢，今天的教会有没有办法过像这样的生活呢？很难，好，不简单。叫你把你的东西卖掉，分给大家，你要不要？好，很难呐。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的文字记载，看见那时候圣灵的充满，让他们专注2个目标：爱神、爱人。从这段经文当中，你可以看出他们有没有爱神。在什么地方他们爱神呢？我用红色的地方把它标出来。他们专注在上帝使徒的教导，就是上帝的话。那时候还没有圣经，但是上帝的话呢，已经借着耶稣、借着使徒，把圣经的教导变成新约。所以他们专注在圣经、爱神，而且他们擘饼，还有祈祷。好像我们今天纪念主耶稣，好，是一种敬拜，也是一种爱神。还有让他们心里面对谁敬畏？是对人敬畏吗？对老板敬畏吗？不是，对谁？对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46节提到，他们还每一天都在教会同心合意，恒切就是持续在圣殿里的敬拜，还有祷告，还有赞美。你看到他们跟神的关系好不好？好啊，每天的聚会。今天我们可不可以每天的聚会？过去很难，但是现在很容易。我们现在通过网络，我们可以每天早上一起在线上共读灵修。好，那我们如果是没有共读的时候，我们是用看 YouTube， 你可以自己分配时间，但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都能够专注的爱神。那我再问大家，请问这段经文，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如何的爱人呢？有没有看到爱人？在什么地方爱人呢？我用绿色的地方标起来。
他们彼此的团契，然后呢又行了许多的神迹。请问神迹是给神看的，还是给人看的？神需不需要看神迹？不用，是给人的。所以神迹是让人能够相信，而且他们聚在一起，房屋公用，卖了田产家业，然后照每个人需要分给他们，还有在家中擘饼。这里的擘饼跟前面的擘饼不一样，前面的擘饼是圣餐，这边的擘饼是爱餐，存着欢喜坦诚的心，用饭吃喝生活。所以他们跟人的关系好不好？得全体百姓的喜爱。就是在耶路撒冷这个教会呢，不仅是只有加入教会的人，在教会外面的人也非常的欣赏他们，因为他们专注在2件事情，就是红色的爱神，绿色的爱人。而有一个连接词，这个连接词呢，我用黄色的标记，他们这一群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们爱神也爱人。然后呢，以至于众人，所有加入教会的人都心存敬畏。这些使徒们就是这12个使徒，又行神迹奇事，使所有信的、受洗的120个门徒、3000个受洗的，大家都过这样的爱神爱人的生活。而他们最后加起来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。那最美的呢，就在最后一句。我们一起来读47节的最后一句，请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，意思就是说，每一天都有人受洗，每一天都有人决志，每一天都有人悔改，每一天都有人信耶稣，每一天都有人抢着要来教会。期不期待我们的教会是这样呢？有没有期待？看你们好像都不太期待。你们有没有期待教会是每天都有人得救？你有没有期待教会每天都有人受洗？都有人能够悔改信耶稣呢？那请问要怎么做呢？答案就在这上面，就是红色的、绿色的2件事情。哪2件事情？专注爱神，接纳爱人。好，我们说一次：专注爱神，接纳爱人。接纳爱人。当我们能够效法初代教会，在上帝的话、上帝的诫命，能够真的尽心尽性尽力爱神，也能够爱人如己。每一个教会，他都会去经历上帝的同在、圣灵的充满，也会经历这些的神迹和奇事。但是，反观我们今天的教会、当代的教会，或是教会历史2000年来的教会，我们呢，呈现这样的场面。这样场面呢，我把它叫做瞎忙过动。就是有没有看到他在射箭，可是他眼睛却怎样蒙起来？这样要射到靶心，简不简单？不简单。我们在第1讲专注的时候讲到什么是罪呢？罪就是你射箭没有射中哪里？靶心。这就是上帝眼中的罪。也就是说，上帝塑造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来到世上。可是我们却没有活出上帝要给我们的样式，没有反映出神的形象，没有办法去见证神的荣耀，这就是射箭没有射中目标，也就是罪。所以耶稣来赦免我们的罪，耶稣来让我们重新把那个遮住我们眼睛的面罩、眼罩拿掉，看到说：哎呀，我人生的目标应该是要怎么样的爱神，怎么样的爱人，然后才能够脱离罪的生活。但有时候我们却会瞎忙过动，闭着眼睛，到处乱射，让我们的人生没有射中目标。或是有的时候，我们是另外一种极端，叫做什么？拖延不动。好，拖延不动就是你箭拿在手上，弓也已经拉满了，可是呢，你却不知道你要射到哪里，太多的目标，你想了很多，最后有没有放箭出去？没有放出去，手会不会酸？请问瞎忙过动、拖延不动，哪一个比较累？都很累。好，瞎忙过动，一直射一直射，好，结果呢都没有一个是射中目标，花了很多的力气，花了很多的箭，花了很多的时间。拖延不动，好，他也要把箭拉满，可是呢手会不会酸？也会酸。
可是最后他不敢放出去。这两种的极端呢，也反映有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、基督徒的生活，或是教会的状况，到底教会在忙什么，或是教会为什么都动不起来呢？为什么我们都没有行动呢？而圣经要我们学习的，或是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的，不是瞎忙过动，也不是拖延不动，而是要精准行动。我们说一次，精准行动。当你能够精准行动，好瞄准，你才能够射中靶心。即便这个靶是会跑来跑去，是飞靶，好是会飞的，但是呢，当你练得够好的时候呢，你也能够精准的射中目标。有没有去打靶过？有打靶过的请举手。女生也有打靶，可能是军训课的时候，好当兵的弟兄呢，可能也会打靶。在打靶的时候呢，好，可能是教官呢会教你怎么样瞄准好3点，或是呢你真的有去射击过的时候呢，去美国的时候呢，好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呢就带我们真的去射击场，好射击，拿那个手枪、短枪来射击，然后他告诉你射的时候呢，好你要怎么样瞄准，然后瞄的时候呢，好你要呼吸要控制，好而且呢你要跟这个靶跟这个枪口呢，好要怎么样对准。当你对准的时候呢，好按的时候要不要太用力？用力按，好不要太用力，好你要自然的按下去，轻易按下去，好就可以射中。所以我还记得那一次射靶呢，我儿子也去，好他的教我，因为他是一个警察，好他那个教我们的弟兄，他本身是一个警察，好所以他教我们的时候呢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射到那张纸的上面去啊，好可以射到那个靶心上面。而我们呢，在圣灵充满。或是使徒行传这些的门徒，他们有没有射中靶心？有，靶心呢就是上跟下中间那个交叉的地方。这上跟下呢就是十字架，就是你要精准的爱神，精准的尽心的爱神，接纳的爱人。这两个呢就能够精准的交汇在一起呢，这就是我们的行动，这就是我们的行动。所以今天牧师要透过今天的这一段雅各书，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五旬节圣灵降临节，在2个礼拜就要到。我们如何其实不是只有下礼拜是五旬节，下每一天都是圣灵降临节。但是我们要如何让圣灵带领我们能够精准的行动呢？用3个字帮助大家能够清楚记得，叫做停、看，最后呢听。这3个字你会用在哪里？过平交道的时候，还有在考驾训班的汽车驾照的时候，看到红灯要停。但是呢，圣灵带领我们也要过停、看、听的操练生活，能够精准的行动。第一个停是什么停呢？停留上帝的同在，请大家说一次。在使徒行传第1章，耶稣复活还没有升天以前，在要升天之前，他告诉门徒们、使徒们，你们要 wait for the Father's promise， 你要在城里等候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。你们不要想说耶稣升天了，好，现在我们要出去传福音了，我们要往普天下，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，然后就冲出去了，最后会怎样？根本就走不远，就会精疲力竭。耶稣告诉他们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：stay, wait， 你要停留，停下来。就好像约书亚、摩西带着70个长老去到山上见神的时候，他们也在山上停留。摩西自己本身5次上下西乃山，每次去40天，就是 stay， 什么都不做，就是停留在上帝的同在当中。上帝告诉他们停留，等候那父所应许的什么？圣灵。你要被圣灵充满，希望有圣灵充满的精准的行动。你要 wait， 你要停留。今天的经文雅各书第1章，这个雅各也是那120个被圣灵充满的当中的一个，他也是耶稣的弟弟雅各。他在雅各书的第1章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前面，雅各这样子说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要明白，你们每一个人要快快地听，慢慢地说，慢慢地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实现神的义。
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和累积的恶毒，要存温柔的心，领受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雅各他告诉这些雅各的门徒、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好，一件事情，不要快，不要急，你要慢，你要停留，你要 wait， 你要等候。等候什么呢？好，等候神好在我们的身上好所栽种的道。但是你要领受这个道以前呢，要除去一切的污秽，一切累积的恶毒。有时候圣灵充满，不是急着要出去服侍。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，好，大3好就决定要去考神学院，大4呢还没有毕业就去考，大4好还没有毕业呢，我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考上神学院。那时候真的是一股的热情，好，但是还要去当兵，但是我很想说，哇，赶快毕业，赶快能够去哪一个弱小的教会，好，能够去山上、去海边，能够去服侍。好，当我抽签一抽，好，柳营啊，嘉义中会，然后嘉义中会再把我分到柳营教会，柳营我从小到大到27岁，我从来没有听过台湾有柳营这个地方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啊，有听过啊，你们比我厉害。好，新营的旁边，好，对，新营，好，新营、柳营、下营、中营，好，旁边一堆的营，好，因为以前郑成功就在那边扎营。好，但是呢，哇，好兴奋啊！我这个预备很久了，终于要能够去好施展身手。但是，好，神说不 ，no， 不是这样。你要在城里面等候，你要开始服侍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，不是你能够给人家什么，而是你有没有能够把上帝的同在带给人呢？所以当我去柳营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想做的在那边都没有，可在那边上帝让我学习呢，就是学习参加很多的特会，参加很多的祷告。那个特会真的是人生当中参加最多的时候，而且到处去，有的是在偏僻的东山的山上，然后呢东河，然后呢新营，一下台南，一下高雄，一下哪里，屏东也去。可是，在那当中呢，上帝也在调整我，让我知道说，服事不是靠自己的肉体，不是靠自己的血气，是要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。诗篇84篇，诗人这样说：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胜过怎么样？在世上1000日。当我们来到教会，今天我们来到神的殿，好像来到他的院宇，但是你在那边能够尽心尽心尽力的爱神，一天一天胜过你在这个世界上几天？1000天，1000除以365是几年？2年多。你只要在教会一次专注的、尽心的敬拜爱神所领受的祝福，比你在这世界上工作打拼、认真努力2年半的时间，胜过在世上1000日。所以，当你每次来教会，要不要专心？来教会礼拜要不要专注？对上帝的奉献要不要慷慨？要不要认真？哎，怎么变没有声音？更要。当你专注爱神，胜过在世上爱这个世界1000日。这是诗篇84篇的秘诀。宁可在我的神殿中看门，也不愿在恶人的帐篷里面吃他的喝他的。或许你来到教会，在教会的门口当招待，请问你要在教会门口当招待，还是要在诈骗集团的总部当招待？在诈骗集团的总部当招待，哦，那个小费多不多？你看那些在诈骗集团里面上班的，哪一个不是开名车？哪一个不是住豪宅？哪一个不是那个爱马仕？好，之前几年前台湾那个诈骗集团，在那个哪一个地堡的大楼里面，好，那个整个柜子打开，全部都是名牌包，满满的，哇，钱多到数钱数到什么？手抽筋啊，手会揪筋啊，钱太多了，然后床底下呢都是现金，都是钱啊，不敢拿去银行，怕有金流啊。买豪车、买豪宅都现金的。可是呢，
你要选择哪一个？在教会门口当招待，发周报发到手抽筋，好，在教会门口当招待，好，你可能扫地排椅子排到手抽筋，但是你要选哪一个？这是一个智慧。当我们专注爱神，你知道，在神的愿意住一日，胜过在世上千日。所以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充满。你不用跑到说哦，我要去韩国，我要去美国，我要去新加坡，我要去哪里？好，今天我们有加拿大来的牧师，好，我们要去加拿大，好，去世界，去非洲。但是在哪里可以被圣灵充满？请问，好，任何的地方，好，跟你旁边说，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被圣灵充满。耶稣说，在地上有2、3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就有天上的父必垂听，奉我的名求，主就在他们的当中。当我们领受圣灵，只要当我们能够有耶稣，重点不是地方，重点是你有没有耶稣在我们的当中，有没有耶稣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我们要停留在耶路撒冷，在城里等候，不要想说哦，我要好像那个武侠小说，好，我要开始离家，我要去哪个山上，我要开始去练我的武功，好，我要去遇到哪个高人，请哪个牧师给我按手，给我灌顶一下，我就可以得到打通任督六脉，好，然后呢，我就可以得到30年的武功就可以大增。哎，我以前还真的这样想过，想说哇，请哪个牧师去参加哪个特会，然后我回来之后，哦，我的这个祷告呢，好，力量就会大增，好，跟上帝的关系就会更好。那只是一个媒介，好，那只是一个过程，但重点的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是有没有依靠神的灵、圣灵，有没有依靠耶稣的名呢？我们要停，我们要看什么呢？看重耶稣的榜样。今天这段经文，我们刚才读过了，你们要做行道的人。雅各用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。行道跟不行道的人什么差别呢？就是不行道的人，他照了镜子，好，却呢，好，不晓得自己发生什么事情。请问你会不会照镜子？今天有没有照镜子？请问你要每天要照镜子几次？啊，对男生女生照镜的次数不太一样啊。男生搞不好连镜子都不需要，好，但对姐妹看我的女儿，我每天照镜子，好，不厌其烦的，好，就是在镜子前面不断的不厌其烦的在前面，好，但是呢，如果哪一天你照了镜子，发现你的扣子歪了，你会怎么做？赶快把它解开，重新扣好。如果你照镜子要出门，发现早上刷的牙膏白白的还在嘴角旁边，你会怎么做？赶快擦掉。如果你照镜子看看自己的眼睛，哎呀，还有眼屎，眼屎还在里面，还没有洗干净、擦干净，你会怎么样？弄掉。你看到了会不会动作？会。但是雅各说，有的人照了镜子，却扣子歪了，走了。嘴巴上面有牙膏的泡泡，走了；眼角有眼屎，怎么样？也走了，都不去处理。这就是听了道却不行的人，就好像看了镜子，看一看就离开。请问，我们每天要看的镜子是什么呢？每一天要照的镜子是什么呢？怎么看到你自己的生命？怎么样看到你自己的扣子有没有歪，嘴巴有没有牙膏，眼睛有没有眼屎？你要怎么照出来呢？好，我们圣诗有一首诗，好，台语圣经亲像面镜，圣经像是面镜，好，圣经就是我们的镜子，好，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，圣经是我们的镜子。你要读圣经。不是为了要交作业，读圣经不是为了要为别人读、为牧师读、为教会读，读圣经是要来照什么？照自己，看你自己的衣纽扣有没有歪掉，我们自己有没有活在上帝的真理当中。雅各说，行道的人
是读了圣经，还会把圣经的话对准自己，用在自己的身上。圣经讲的跟现在的我不一样，不是我要去改变圣经，是我要改变自己，像圣经一样。所以25节我们一起来读，好，25节请。唯有查看那完美使人自由的律法，并且时常遵守的，他不是听了就忘，而是切实行出来。这样的人在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。刚才的金句，今天的金句，听到还要行道，不要只有快快听，慢慢的说，好，只有听说，还要你要去行出来。当我们能够把神的话照镜子，我们在教会有推动这个灵修笔记，就是在养成每一天早上有一个照镜子，不一定是早上，有人是晚上，让你每天都有机会照镜子。如果你一天不读圣经，好，这个是真子吗？好，3日不读书怎么样？面目可憎。好，3天不读圣经的话呢，面目更可憎。好，请问你几天读圣经一次？3天、7天、1个月，还是1年读圣经一次呢？你要让圣经成为你的镜子。如果你很喜欢照镜子的人，提醒自己：当我照镜子，我要照圣经的镜子，让读圣经成为你的明镜，成为你的人生的，不要说照妖镜了，应该是一个好，可以照出我们生命好这些的罪恶，然后呢，把罪恶能够除去。彼得他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9章，好，有一个故事，就是呢，彼得呢，他在约帕的附近，就是在这个吕大，在吕大的时候呢，好，他医了一个病人。可是，在附近呢，好，在约帕，好，有一个妇女叫做多加。这个多加呢，她是一个善心人士，她常常呢帮助穷人。特别他帮助的对象呢是寡妇，所以他有一个才能，就是他很会做衣服，他做了很多的衣服给这些的寡妇。可是这个多加呢生病，而且死了。可是在这个地方约帕的教会呢，大家为多加的死呢非常的不舍，有可能他非常的年轻，有可能他的死非常的意外，非常的突然，所以大家呢真的是不舍。好。这个多加就这样死了。他们一听到耶稣的学生门徒在附近，在吕大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差人走11公里去见彼得，说：“请你赶快来到我们这里，请你赶快来。”他们人都死了，请彼得来做什么？你觉得他们请彼得来做什么？刚才上一场有人说，请他来主持告别式。或许也是吧，请他来主持告别式。但是我相信，彼得知道，他们也知道，因为他们曾经听过耶稣让谁复活，拉撒路复活的事情，所以耶稣也自己也怎样复活了。现在耶稣的门徒在这边，在附近，我们要去把彼得请来做什么呢？他们的目标是什么？该不是主持告别式吗？他们也不是要请彼得来讲道来安慰他们，他们希望彼得你也可以跟你的老师耶稣一样，让我们这么爱的这位姐妹，这么爱我们这位姐妹，好，她的亚兰文叫做大比大，好，希腊文叫做多加，就是羚羊的意思。让这个这么爱我们的姐妹不要这么早就离开我们，让她可以再活过来。彼得大概也知道，如果你是彼得，你敢不敢去？有人死了，请你去为他祷告。他们期待你祷告之后，他们可以活过来。请问你敢不敢去？敢。好，太好了，感谢主。好，但是对我来讲呢，好，如果真的有人过世了，好，请我去，好，我可能还要想半天。不过我想到这个寇绍恩牧师，也奇怪，上礼拜也讲到寇绍恩，为什么在华语礼拜都会想到寇绍恩牧师？好，我想到寇绍恩牧师呢，好，他曾经也讲过。他们教会有一个弟兄，好，这个弟兄呢，好，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弟兄，哇，当他呢也是意外，好，不知道是车祸还是什么，好，送进了急诊开刀，
然后开刀的时候呢，医生从这个里面手术房出来摇头，说没救了。可是呢，在手术房外面呢是牧师、弟兄姐妹，大家都在手术房的外面门口祷告，而且呢不是站着祷告，他们是怎样？跪着祷告，哇！大家跪着祷告。所以当这个医师出来说摇头的时候呢，他们怎么做？他们告诉医生：“医生，你在想办法，你在想办法。好，请你再去想办法。”好，这医生呢，真的就进去了。好，再想办法去救。他们在外面怎样？更迫切的祷告，更迫切的祷告。第二次医生出来，还是摇头啊，不行。好，然后呢，他们还是怎样？有没有放弃？没有放弃。又再请医生，你拜托你绝对好把他救活。好，请他进去。第三次医生又出来，医生说。救活了，救活了！哇，他们呢，真的，请问到底是谁厉害？是医生厉害，还是这群祷告的人厉害，还是神厉害？我相信都很厉害，好，都很厉害。但是最后呢，荣耀归给神，好，是神所做的。好，总之呢，彼得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，圣经说。彼得他就起身了，行动。今天我们要这样讲行动，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就是让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字，他们就起身，他们就离开了椅子，他们可能在房间里面，可是他们就离开这个地方，他们就去了，他们就动了，他们就做了。所以 action 好，很多的 action 就变成 acts， 也就是《使徒行传》这卷书的名字。一连串的起身和行动，我们要停，我们要看，最后我们还要听从圣灵的引导。这卷雅各书的最后一段，好，第一章好26、2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，反欺骗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徒然的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。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在这里讲到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动工，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就是能够有虔诚的生命。但是这样的虔诚呢，是一种听道而行道，是一种在人跟神跟人之间的关系都能够合一。上礼拜我们讲到美国建国250年，他们一直帮助这个国家的一句话就是 United we stand, divided we fall。当我们团结就生存，当我们分裂就灭亡。所以圣灵要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，也要保守每个教会都能够在主的里面，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我们看见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有没有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？有，可是后来他们却分裂了。为什么分裂了？因为他们受到迫害，就四散了。可是这时候却有另外一个教会，安提阿教会，《使徒行传》13章讲到说，当这个安提阿教会，他们在禁食、在服侍、在祷告的时候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听见圣灵的声音说，要为圣灵差派谁出去呢？扫罗、巴拿巴出去 action， 出去行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教会呢，他们是一个彼此相爱，又是一个尽心爱神的教会。在使徒行传11章，讲到基督徒就是从哪个教会开始的？好，我们都知道，就是从这间教会开始。为什么基督徒不是从耶路撒冷教会开始呢？耶路撒冷教会这么美的团契生活，可是基督徒这么美的名词，却是出现在安提阿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安提阿教会有没有专注爱神，有没有接纳爱人，他们有没有精准的行动？他们有非常精准的行动，因为他们有扫罗、有巴拿巴在这个教会里面。有一个故事讲到，在一个非常优美的度假海滩，很多的人都来这边度假，然后呢，在这边晒太阳。可是呢，总是会发生溺水的意外，所以他们就需要什么员？救生员。结果呢，救生员一个不够，好，人来的人太多了，
2个不够呢，3个、5个，好，真的观光客太多了。所以这救生员越来越多之后呢，他们发现他们总不能一直坐在那个高高的椅子上面，他们需要什么？他们需要有一个房子，他们需要有一个 office， 他们需要有一个房间，所以他们就搭了这样的一个房间。然后他们在里面的时候说：“哎，这个房间呢，好，当我们在轮班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这边休息。可是呢，在这房间里面怎样？很热，好，很热，好，外面太阳，里面呢很热，所以他们需要装什么？冷气。有了冷气之后说，在这房间里面，好，我们在这边休息待一整天，我们也需要水啊，所以需要什么？冰箱。有了冷气，有了冰箱，他们又说：哎，现在有了冰箱，有了冷气，有了冰箱，我们总不能每次只有在里面睡觉休息吧？我们还需要什么？还需要电视啊！我们可以在上面休息的时候可以看影片，好好的休息，合不合理？很合理啊！好，所以有了冷气，有了冰箱，有了电视，然后呢，有了沙发椅，哇，在里面呢越来越舒服。结果呢，这个救生员呢，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在哪里？在这个冷气房里面，然后大家花了越来越少的时间在外面。他们的目的是要做什么？救外面发生意外的人。可是呢，到后来大家都喜欢怎么样？待在这个舒舒服服的办公室里面。结果真的发生意外的时候，里面的人怎样？没有听到，因为里面怎么样？太舒服了，太舒服了。这个故事在讲的不是讲海滩的救生员，这个故事在讲的是今天很多的教会就像是这群救生员一样。请问为什么要有教会？教会是要让我们来这边吹冷气、坐沙发、开冰箱、看电视，还是教会是要使我们能够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？请问是哪一个？教会是要来还是要去呢？好，教会是要来敬拜神，但是我们要领受圣灵，我们要出去。但我们看到很多时候，我们都只有来，在这个 building， 在这个 room， 在这个房子里面享受。可是对于外面的事情呢，最后没有任何的感觉。这就是射箭没有射中靶心，是圣经当中所讲的罪，也是我们人生或许是瞎忙。瞎忙过动，或是拖延不动，都有可能。可是保罗说，他只有几件事情呢？一件事情，精准的行动，就是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就是要在爱神的这件事情上面，跟爱人的事情上面能够专注。圣灵要充满我们，要带给我们行动的恩膏。好，跟你旁边说，圣灵要给我们行动的恩膏。要停，要看，要听。雅各书说，你要停，让你的心是温柔的心，领受所栽种的真道。要看，查看那完美使人自由的律法。你要听，好，你要保守自己，不要沾染这世俗的败坏和罪恶。你要和人能够有团契、接纳的生活。雅各也说，你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恩膏，好，它的英文是 anointing， 好，它的意思就是受膏者，也就是弥赛亚，也就是基督。请问你有没有涂过乳液？当你涂了乳液之后倒下去，你会再来做什么动作？就走掉了吗？或是衣服就穿上去了吗？会不会？不会。你会做什么？你要把它抹一抹。圣灵的恩膏倒在一个教会的时候，还要做什么动作？就是抹一抹。所以领受圣灵，请问是一个人还是一间教会？领受圣灵，我们看使徒行传，他们领受圣灵是在那个房子，在那个 room， 在那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。所以我们也要知道，是只有我领受圣灵，只有你领受圣灵够不够？只有他领受圣灵够不够？不够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圣灵 anoint， 要被膏，还要被抹。每一个人都要操练这3件事情。雅各说的，
温柔领受，详细查看，保守自己。好，请大家说一次。我觉得这一些呢，就是在把你所领受的圣灵，把它能够温柔的 gentle， 好，能够 mild 分给大家。你还能够详细的查看，好，每个人都能够好好的照镜子。你会照镜子，帮别人照镜子，还要保守自己。圣灵的恩膏，圣灵的膏抹，才会在教会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上面，都能够有合一的行动，合一的见证。圣灵降临节，我们要学习专注爱神，学习接纳爱人。我们还要能够有合一的行动，能够活出一个爱神、爱人如己的生活，也才能够见证我们是同一个教会，不是只有打个人战，不是只有看到他很厉害，然后他不重要，是每一个人都很重要。在教会当中，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使徒一样，像安提阿教会，我们都是基督徒，我们都受圣灵的充满，我们都能够受圣灵的差遣，为主来行动。今天，亲爱的弟兄和姐妹，你有没有想到，你现在的你是在瞎忙，还是过忙？在你的生涯计划当中，你有没有对准的精准的目标，看见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所要做的作为呢？你的教会就是神的教会，你的教会不是一个俱乐部，来教会不是吹冷气、坐沙发、看电视、开冰箱，来教会不是为了享受，而是为了预备好自己能够出去。耶稣说：“你要在城里等候，等候那父所应许的，领受那从上头来的能力。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、遍犹太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耶稣基督的见证。”让我们能够带着圣灵给我们的应许，给我们的祝福，让我们能够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。请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要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耶稣。静静地来到你面前，在你爱中我心安恬，求你安慰我破碎的心灵，用你话语医治我生命。你将忧伤变为喜乐，你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我软弱变为刚强。耶稣因你，我重新的力量，从忧伤中我的释放。耶稣是你，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，你流宝血成为我拯救，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，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。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，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，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，你赦免我罪，使我完全的自由。主耶稣，你将忧伤变为喜乐，你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我的软弱变为刚强，将我软弱变为刚强。耶稣因你，我重新的力量，从忧伤中我的释放。举手敬拜耶稣。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，你流宝血成为我拯救，在
我一生追求。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，在你爱里我没有悔疚，你赦免我罪，使我完全的自由。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，你流宝血成为我拯救，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，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。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，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，你爱里我没有悔疚，你赦免我罪，使我完全的自由。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，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，在你爱里我没有追求，你赦免我罪，使我完全的自由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召聚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身体。耶稣，我们今天领受你的圣餐，这是耶稣的肉，是耶稣的宝血，是那天上的粮，是生命的粮食，是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饱足，使我们永远不再渴。在我们的腹中要有圣灵的活水江河涌流出来，要使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精准在爱神和爱人的事上，使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，真正彼此相爱的一群门徒，让我们能够接纳人，也能够荣耀神。主啊，求你再一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出美好的行动，使圣灵能够充满我们。在我们的每一天，我们都要照圣经的镜子，在我们的每一天，我们都要停，要看，要听。愿圣灵帮助我们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充满与你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，使你们能够停、看、听，能够活出神美好的形象，荣神益人，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那么拍掌，把一切荣耀来归给神。哈利路亚。节日，我要全心赞美，赞美还要赞美不离。一人捧你欢呼声永不息。我要全心赞美，跳舞颂扬你名，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节日，我要全心赞美，赞美还要赞美不已。一人捧你欢呼声永不息，一人捧你欢呼声永不息。哈利路亚！把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神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能有一场这么美好又这么受力的一场礼拜，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哦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要彼此，我们的聚会到这边，我们彼此来问安请安，好不好？然后请帮忙一起把灰色的椅子我们收起来。